中国正面临经济困局。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，当局3大政策急转弯，不仅共同富裕被效应，还强调支持民企。针对国进民退、政治资本家等等这些让外界担忧的种种，习近平声称他一贯支持民营企业，民企是自己人。不过，学者认为北京当局对民企的控制是不会改变的。中国经济陷入黑暗时期。中共结束了2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提出了要大力提振市场信心，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。习近平再三强调战略自信，要顶住压力，相信曙光就在跟前。华尔街日报认为，习近平发现清零和意识形态无法成功，准备重新回到经济发展路线。自从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力挺民企后，中共官员立马重新审视针对科技和教培行业的政策。学者认为，民营企业家们对朝零息改的政策已经丧失了信心。过去几年中，中共当局喊得响亮的共同富裕，被外界认为是走向共产主义、压制中产和富裕阶层的政策，但在这次工作会议上已经绝口不提这4个字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12月14日发布报告说，中共警方正在大规模采取民众的虹膜扫描数据。虹膜识别技术是基于眼睛中的虹膜进行身份识别的技术，主要应用在个人信息确认上，可以精准地与人一一对应。据称，虹膜技术可以在几秒钟内准确地确定一个人的真实身份，这是身份证、护照等传统信息验证方式和指纹、声纹、面部和 DNA 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都做不到的。公民实验室的报告说，2022年1月8日到9月26日，中共警方在青海省的3个地区收集了120万至140万人虹膜扫描数据。专家分析说，这可能只是试点，一旦中共觉得成功，就会推广到全国，对所有的中国人进行监控。12月16日，日本通过了3项安全保障文件，要花费3200亿美元对日本进行扩军。岸田内阁新推出的扩军计划将在5年间让日本的年度国防预算翻一番，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%。日本大规模扩军计划包括购买500枚战斧巡导导弹，开发自己的导弹，开发第6代战斗机，开发更新更强大的驱逐舰和其他零散项目。日本自1976年起就将国防预算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%，但是岸田的计划将彻底打破这一限制，这将使日本成为继美国和中共之后世界第3大军费开支国。这份战略文件显示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严重违反禁止使用武力的法律，撼动了国际秩序的根本，而中国构成了日本至今为止面对的最大战略挑战。中国国务院12月19日对外公布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，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意见，提出了20条政策措施，包括建立数据产权制度，建立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，建立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，建立安全可控、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等。文件提到，在总体要求方面，要以维护国家安全数据、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为前提，深入参与国际高标准数位规则制定，构建适应数据特征、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规律，保障国家数据安全，彰显创新引领的数据基础制度，充分实现数据要素价值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。中国当局一直强调国家数据主权概念，以数据加强对公民、企业、社会的管控，以及强化和民主国家的竞争与对抗。